水中游，游来游去路悠悠。桃园新木观音一条嘅地方係全台灣唯一嘅臨海客莊，被保留了相當多嘅傳統技藝。2019海峽文化藝術季係唯一喺海上辦理嘅客莊生意體節慶，喺農場嘅海祭儀式過後，大家向下來牽鼓，學習兩班用沙粉嘅作舞嘅，兩班編舞苗，還有欣賞精彩神奇嘅藝文表演。非常嘅特別，今日就帶大家來去教水作舞嘅咯。我係客家天使隊豐盛特派員阿仙呢，我有前2年都在看客家總地圖，大大細細嘅法通，我有順風耳都在談到大家親關心嘅事情，有好談、好看、好食、好搞嘅。阿仙呢聽咗會帶大家去哦 ，Let's go！ 同大家講一下，我唔單止係豐盛特派員嘅身份。天才小教手，看看哪一打扮是怎么样哦，哪一打跳舞也會專家哦。有個朋友定人厲害，睇下最好食嘅快餐，我哋試咯。呀！哎呦，小妹，你都該對條目嘅啊！我想講天時暗好，同觀眾朋友看我一下跳舞嘅技術啊！哦，唔是很艱苦啦，我同意哦。你看下我喺啲啦會所啊，要下鼓咯，下專業，做下動嘅會所。係嗰啲咩？先生，看我嘅打扮，就啲我一隻。跳舞嘅專家咧，我哋頭啊要一下當傳統嘅作舞嘅方法，但是呢，你學作舞以前呢，要一下當特別地主百姓嘅一隻嘅儀式吼，一定先做哦。啊，看下你看來嗎？好啦，先生，我試一下，你向下去啊。啊，先生，你會按當然啊？哦，今日啦，因為咁講嘛，按當然哦，就因為我幸福今日呢，就該辦獻鼓嘅法堂。啊那獻鼓嘅法堂呢，今日當講咧請你媽祖婆過來，啊過來做咩呢？因為媽祖婆本身是保護啊你5年啊，啊所有嘅法堂嘅人啊，誒安全，所以今當講嚟去請過來。但是呢，我一向喺幸福嘅獻鼓嘅法堂啊，唔係安樣嘅。哦，獻鼓嘅法堂呢，尤其今年5年啊，就出現時節啦，佢會生意擺白宮。我是擺個萬山家，佢為什麼佢講哦，白宮萬山家，我見面吼先去東河，我係咩去出海以後，我係向南又係向北，哦，我係放棄咗作舞為下河，所以其實一般嚟傳統嘅技術嘅，個係技術嘅，個係傳統咧係對擺白宮咯，那個萬山家，啊見面呢因為增加利用啲活動嘅人員勞線，所以當講啦，利用啲財地將貴台灣最高嘅通上嘅個媽祖上嘅個係喺度天後宮。來媽祖樣哦，來個車俾搶過來保護今日所有活動嘅順利順暢咁樣。哦，原來係咁樣啊！先生，乜嘅很多牽鼓咧？牽鼓哈，呢個東西就是利用大家嘅力量。然後舞山，嚟放肆咧，然後開到嘅舞啦，然後利用來牽起來，用嗰度牽鼓。基本上係攞一般嚟摸盤樣嘅經驗啊，用舞山而去算拉去捉啊，經驗嚟摸準，揾咗摸盤樣。哦，牽鼓係用辦做咧？其實牽鼓哈都簡單，佢哋哈就傳統嚟嘅牽鼓嘅一隻歷史哈，係一樣嘅，佢係用一隻嗰種係本身係用三把，哦，人家講係竹派，哦，按而吹氣。啊，出去呢，就要開順呢，然後正當裝啊，當落去當黑之後呢，慢慢是輸出去外海。啊，外海哦，cái主嘅穿主啊，其實會看cái有到嚟鬧咧，啊，看到嘅時間發現哦，來咧，其實那個苗啊，嚟變下去，啊，變下去之後，佢產生個優質性，冇就半日已經嚟放水啦，啊，嚟變去落時間，變跳以後，
實實落下跳，就拉到觀眾嚟拉落去順來，啊本來民眾嚟啦嗬，恐下拉到來，啊強勢咧糖，酸糖係嘅酸竹啊，噴嘅噴都會上油啊，所以大家用呢都要偏見嘅力量，所以落嘅樣嗬，啊恐下偏見嚟啊拉嚟啊佢順來落哦，背脊嚟揚起來。哦，真係係種傳統嘅技藝耶。按導人跳下來聽書，唔係按導應用版本咧。哦，當簡單，因為啊非常係多，所以講酸竹啊，因為當歡喜，一般咧提小嘅人咧，佢會比空手轉，佢用個插機喎，個太人啊，佢太插機一撩啊去啊，是比拿咗去。個聲音呢是靠佢嘅力量哦，太細，按佢冇困樣哦，啊多誒，啊有力咧是不拿多，啊少誒，啊細是不拿少掉，而是個老嘅人啊，反而所有話術嘅人。有話術是5本，還是半多半少安用嘅呢？本身啊，你一到非常的多，啊遐因為咧環境嘅改變動態，啊安尼污染的強多，你嘛，所以你量啊，一年比一年少，所以哦，你也看到種的量哦，相對放在哦，量哦，慢慢是減少的，所以哦，當可惜，其實啦。TQ 嘅環保啊，當重要。希望嗬大家同下女嚟恢復安寧。呢個做法係非常贊成哦，因為啊，一天去海參老了嘅時間，唔單止愛生意安全咯，添所有嘅愛帶自家嘅垃圾帶走，每個按到嘅海洋生物是下去，會造成海太嘅危害哦。錯啊，啱講你啊，環保當重要。但是哦，你除了傳統嘅堅固嘅做嘅方式以外，其實哦，我哋到海只特別嘅做嘅方式，有興趣嚟看嗎？先生，那客按到嘅沙條都係老婦嘅有乜嘅關係咧？哦，然後因為人可以執做嘅方式嚟，哦，你到石鼓啊，係你本身嘅菜地嘅，即當古老，然後當傳統嘅一則嚟，做做嘅方式，所以喺呢嚟講咧，按到客家人講到石碗咧，哦，啊啲石碗咧基本上其實係利用石鼓嗬，利用啲客家人嘅智慧。哦，用咬牙嘅方式吼，一則嚟結起來，其實石博，按吼不咬咧話回旋，咧是深時嘅時節，我喺吹啊回旋嘅腿，迄個時節啊，其實唔記得我做完時節啊，10點就溜到個地度，或者一路落嚟做機，所以得成張起用喎，用石種碗安尼啦，所以你講石鼓結起來又按到石碗咧。你石碗啊，到呢個清朝啊，雍正嚟年嘅時節啊，然後是肉類。按哦，然後就石頭結起來石碗呢，其實到你菜地喺師傅所有嘅回旋啊，最多嘅時間要30張草嘅石碗嗰啲啊，嘿，所以就係喺菜地客家人哦，要當重要嘅字眼。有班冇自己都做按到嘅事情，全部都係人力做出嚟嘅，整件都冇簡單。係啊，錯過本身係用嘅啦，你本身係人嘅技術到智慧嗬。你係方法，乜嘅技術，你係用你係用嗬嚟參考，嚟創新，你係進行下去。係皮皮拆開啦冇？當然做得啦，啊你係嗰啲在做噶。先生，這係乜嘅東西啊？當中都冇蟲。
唔係啦，你係啊，一摩斯密碼嘅啊。哈，摩斯密碼。係啊，啱講嗬，因為你去信，用嘅嗱，音啊，所以可以做一啲堅固嘅世界啦。呢樣我用埋嘅通鼻音，我用嘅噴嘟，嗰個海螺啊，嘅噴嘟，那嘟嘅時候嘟嘟，好，每一隻記住在算啊，記人也上超冇可能，但是一定冇法度可能啲做只完全係通嘅樣，所以呢，你來講求，嗱一定用得當特別嚟。特別係用這個本身嘅身份嘅詞語嘅詞吼，來變現為個即客家嘅一隻嘅密碼。所以呢，都本時團，哦，五團哦，你而家按照 K H A K A， 哦，客家。嘿，你做到客家嘅摩斯密碼。哇，終於弄成事咧！呢度喺要啊，我同你落去看下嘛。好啊。先生啊，你係乜嘅東西啊？哦，然後而家當特別嘅一張嘅藝術裝置品。哦。你係而家那個海客星語。乜嘅意思啊？你將特別嘅意思，因為呢擺嘅海客嘅藝文嘅展覽區啊，特別嚇為到嚟教育下一代，所以啦，你附近嘅學校，東明國小，你做得結合。線喺東面嗰條線上呢，用你啦機會呢，嗱本身學生對個到你開張嘅環境，你係重要事，開張要恢復，所以你幾部分呢，用你一種嘅按照垃圾嘅浮球，其他係你係浮球嘅垃圾呢，就睇到嗰邊咧背過來嘅東西，鋪過來嘅東西，但是見到佢拿起咗之後呢，你了解開張嘅環境嘅重要性之後，就將最多你喺度浮球。攞而家要彩繪出來，不去重新你本大家你關心呢一個東西，你本身大家了解講，哦，呢自己開張嘅環境嘅重要性。先生，你啲係乜嘅東西哦？乜嘅東西？啲名係很多苗皮嘅。安沙皮啊，呢啊皮嗰度苗皮嘅啊。錯。我問你，係乜㗎？呢個係一隻先生係真係毛皮嘅，攞眼講一下好唔好？哦，冇問題。梗啊，按道要去捉，你睇下當特別嚟一隻附嘅成蚊喵啊，蚊喵，嘅定制王嘅個喵咧，按道嘅貓，結果見到沙度冇食過卡咧，冇半去水拉走嘅貓。哦，還有嗰隻木色嚟要嗎？錯，跟到咪講跟到水撈攀。水撈攀，老。平常時嘅羅盤有乜嘅模樣嘅？佢漲到嚟，漲到佢哋都通冇有水，因為啦酸啊，就喺海浪嘅點解？就喺海浪嘅即係水嘅時，因為海浪係泡來泡去，佢嘅溫定度冇咁高，所以叫水嘅時增加佢嘅溫定度咁樣嘅，叫做水撈盤。原來就係炒一個脂肪哦。錯，所以你要當特別嘅東西。哦，係嗰隻係乜嘅東西呢啲嘛？啲嗰啲係嘟毛，係嘟毛。海螺啦，係啦，我啱啱講係海螺，我記得啦，你本身按到嘟，因為佢會噴出來嘟會上出來，所以你本身客家會本身客家詞本身冇動到，所以一般都唔談佢上出按到佢嘅名，所以你一般你看到兩度嘟，所以按到嘟，原來係愛用嘅，我睇東東咧，係啊，東東冇可能。先生你好，我係阿仙咧。哦，阿仙你好，我係阿文。先生咧，想教一下冇，就係你做一個五樣啊，要一長嘅時間咧。哦，你要有幾十年嘅歷史咯，係30台咯。哦，佢說19哈，那所以還會出來請教一下，就做乜嘅做一個五樣嘅咧？哦，你好，你是關於到講，你做嘅必須要用什麼工具，乜嘅方式，乜嘅技術，來就要發展做呢個
才会系咁样。错，那稍微参考一下，这个团队应该形象了以后，样板做一个用的嘛。哦，你是早期哈，是做那种手工啊、切的，所以说从今日了种来是哈，去办到了体验，为了做下体验的工作，为了就了解讲，哦，你做咁样，係样板先做法，係用现在，所以说做哈非常的辛苦啊，在海啊、波浪、到风浪的波动啊，所以说你冇法度是啊，比較傳統嘅做嘅方式切一苗嚟嘅做嘅嘅技術方式啊。好，講解一下咯。哦，做得。今日阿星嘅來到2019年海峽文化藝術季，看到眾多精彩嘅舞台表演，同時透過以魅力嘅法通，更加了解到海峽文化，了解條擺嘅五面到底係樣板，用團結合作嘅力量來兼顧，樣板結沙本嘅來作五嘅，樣板變五樣，更能海下了解到條擺五面嘅辛苦神法。同時未了解到繁多嘅重要性，真正嘅做到用上海洋資源，而大家向下來做環保。